在母亲嘅怀抱中安家，以圣洁嘅美丽为亮。你逢年真正感悟到何谓风骨，何谓真诚，何谓高尚，何谓公民人生呐？太人啊，也做我个上人来的保尊。哦，你就是王建祖王太人的子义王宝尊系么？母亲，佢王公子，你唔是讲爱奉了宰相太人王建祖之命啊，替代接你回府噶？你讲乜嘅？我父亲佢宰相王公子，你有所不知呀，临终的言情已经平反了。王太人也下永生宰相的地位，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啊！哎呀，我呀，是费了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才请到你呀。错啊，保尊啊，阿妹啊，已经到一个地步，要抗人过了。王公子，东京宰相可是王建祖啊！你系真嘅嘅，我系对佢博梦啊！当然是真实的呀！这茶嘛，俩下都已经这个老辈等等公子你上茶啦。太好了！保尊哥，恭喜你父亲的眼科平反，已经无罪嘞。金发，行，听我回去敬我父母。好啊，阿妹，一你听下去。金发，你也下做听日嘅保尊上天去，上马嘅体统，保尊佢那真嘅有心，佢就会唱法曲来讨你。保尊哥。金发，你放心，等我恢复了后，我必定马上禀明父母亲，就向太傅法口来讨你回去呐。我等你。时间冇做咯，王公子啊，黑都会上茶，黑脚都会转去呀，半日嘅父母亲讲起呀。好，金发，你等我呀。母亲，我先走咯。阿妹，金发，冲天出爱托万里，冲海送天经飞行，神采八通享富贵。离离
爷恢复。娘家。老爷回来了。夫人，请。我回府是向你告辞的，即刻并爱走啊！娘办，你真回府就会走咯。夫人啊！公主公汉苦难经，何必走丢1000-8千？高官暗中吞在眼，君王明参把雷霆。我已走本参前，发送不良记在明。老爷你年老不改姓，天规走对在佛林，一片忠心对天地，四君子如攀谈词，杀得一身一把骨，不得君王不杀心。老爷，你终于莫喊国中之事，哟，也家中之事啊！我看你吼，干都莫干过。哦，家中之事，家中还有乜个事情啊？哎，我来问你，你个保主义啊，13、2年了，你到底是干也不干啊？哎呀，我当然爱干，保准是恩人嘅义故，情同情深不量。我以命人四处花香挂土，四处情报，总有一日情人团圆呐。禀老爷，保准公子多进来了。啊，你讲乜个？有一班将士将公子送进来了呀。父亲，母亲啊！父亲，母亲！你呀，哎呀！冬年来自山，以为今生岂用艰难？天有福也能平凡，再见父母泪散。梦魇一见难相依，望穿秋水将一起。为你相依泪淋漓，夜夜难眠到天明。我哩也2年，也有办过嘅呀。父亲，母亲，回头对比是出口，身无分文足一从。我都为山江两送，多亏
梅山子女好情意，爸爸这个聪明意，梅山喜爱在身体，他将梅山归故里。何事继父杀生意，心气过命，共死你呀，父亲。你猜呀，山哪有冰封啊？呀，大象啊，那得心中啊，呀。恰把父啊难，东莫啊地呀，功名你那谁？路不啊米啊！启禀老爷，中军司的马查车皮，堂后老爷吩咐。即刻下场前往公主。遵命。父亲，爱你呀，两年苦别，上见面就又爱风俗。父亲爱前往公主，朝安正在起来，而在府中爱认真发奋共读诗书，长气呀。父亲，爱你呀，家中的退休事情，由你母亲前来做主啊。老爷也一路之上，你奉行就是爱补充，记得做戏做废呀。父亲。宋父亲。父亲，爱好嘞好嘞，你看呐、你就是安样，那会像一个相夫公子。所以啊，那是本人看到会本人笑话的。你家家先去相同沐浴，忘了俩身善夫哈。父亲，有嘛计法，等下再讲。来人，家家带公子相同沐浴。晓得。启禀夫人，见少夫人沈师兄、沈太宁求见。佢也在风中错，风采两片刀嘅无耻少年，来做乜嘅？不见。遵命。表嫂，救回咯，强送我一拜呀！啊，
不敢动。表嫂，我呀还听来恭喜表嫂一家3喜临门呐。我是何来的3喜临门？表嫂也提一喜呀。表哥平凡为从英，福德通良彩朝廷，文武百官齐好见，爱财富钱李保民。以后送葬，你费心嘞。该提一喜呀。恭喜保尊贺福气，一路平安三回归。你哦，消息真是灵通。哎，开爱挂心就不放弃，总能清出回故里。哦，原来保尊是你请做来的呀，总算是做了一件好事情。该提3喜表嫂啊！希望也吃下嘅5金币，爱老保尊结连理，铁面世上做风媒。台风啊来讲啊，撇来江苏啊的呀。啊？为何唔接嘞？莫非是看不上千金之物，也是跌击爱的数吗？当初你下手的时间心狠手辣，乃用可能唔记得。哎呀，表嫂啊，你讲你话就唔错咯。该当初表哥有吹是万岁呀，各种皇帝亲自公子天嘅吹，那如今呢又是万岁呀，后宗皇帝亲自公子平嘅饭，该当初天吹已经平反，哎，全部係万岁呀人民奉恩烘托啊！爱神师兄只不过係遵照万岁呀最高嘅旨意，推荐行事罢了。嘅你呀，那係愛應啊，愛興啊，岂不是就係言行萬歲呀了嗎？嘅言行萬歲呀，哎呦，嘅可是奇蹟翻上之吹呀！爱弟恩土伯啊，亲自派人前回保尊，要为其高攀风情国情呢哈！哎呀，可是一片的苦心嘛。我朝中必有人，必有人，乃为江上不战情，不拉战情。保尊那年老七王爷子午升迁，安用一来呀，其些放亲，表嫂啊，你就会过亲呢，这是有两层的关系，表嫂啊。
啊，你啊，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哈，我呀可是费尽心机争取成的哦。表叔啊，你应该好好把握嘛。君子不懂识太不易，千载高雄一毛忘地。在用做买人言语，表叔天毛是良地。真龙啊，发亏一头啊，离尘头离尘，莫怪呀。表叔，这两门亲事你看呢？你讲的可是有道理。好，你再去骑兵去凤呀，衙门婚事，俺就过判了。错，表叔过见，表叔过见呐！啊，给表哥给骗。也就唔是你操心嘞，一切由俺做主就是。好，表叔啊，以后啊，你就会风情国戚了。你的狼来散开！你的狼来散开！你的狼来散开！宝仪，你要去哪一位啊？我要回妹上去。错安，老你讲了几半天呢？你用白还谈唔落去啊？你张问下厨艺不善呢，也问上了锦绣三夫，呀，真是不敌天高地厚啊！母亲，快下！